充报告，就是刚才教会消息的第5点，就是这10月27号这一场音乐福音见证主日，这个发想是来自于我们的敬拜乐团，我们的建成乐团，他们都有自创的歌曲。那这个自创的歌曲也都是发自于他们自己生命的见证的一部分，所以才想到说，既然如此，何不跟弟兄姐妹的生命见证一起结合？所以就有了这个音乐福音见证主日。所以当天依然是有2场礼拜，台语礼拜跟华语礼拜。那我们会在这之前，就是9月15号之前收集各个弟兄姐妹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呢，我们邀请的是，因为我们为了整场礼拜时的流畅，我们有一些限制，就是它可能是500字以内的文稿，你要电脑打或者手写，或者是你是用录音的。如果是录音的那个时间大概就是5分钟，大家可以抓一下这个时间，然后可以在9月15号以前交给干事会诊。那等牧师从美国回来之后呢，我就会先听一下，或者看一下那些见证，然后会跟敬拜团的讨论我们要怎么样的见证配合怎么样的诗歌，然后要怎么样的顺序，可以在福音主日这一天来呈现。所以我们需要比较多的预备时间。好，欢迎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祷告，就可以开始准备投稿了，这样子。好，今天呢要讲的题目是是福还是祸。我想我跟着，也不是我想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，读到今天利未记也算是结束了。那今天的经文段落呢，其实就是放在昨天的经文进度里面，利未记第26章。那如果你有读经，就会对这段今天刚才于翔读的这段经文就还蛮有印象的这样子。好，上帝一步一步呢，借着摩西从他们出埃及以后，就开始教导他们如何持守圣洁来敬拜来献祭，因为这是他们出埃及的目的，怎么样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？这一些教导在利未记里面教导的非常的仔细，所以当今天教导进入尾声的时候呢，这些教导进入尾声，在利未记的最后，这个声音好像是有点小，会有点小声的，听得到吗？可以听得到就 OK。好，这些在利未记的最后，上帝再一次的在26章呼吁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再3心2意，一定要遵守他的诫命，专心敬拜他。所以上帝在26章的3到13节里面有讲到说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我就按时降下雨水，好叫你们的土地有好的出产，田野的树木可以结果子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，你们要追赶仇敌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，并且说，我要眷顾你们，使你们生养众多，也要与你们坚立所立的约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，我要做你们的上帝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好，当然了，上帝不只是呼吁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这样子来蒙福，他也警告他们说，如果就是第14节到第17节，如果你们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，那么我就要向你们变脸，我就要让你们败在仇敌的面前，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，无人追赶你们，却要逃跑。我想上帝在26章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这2个选项，一个是你们遵行我的约，就是一个蒙福的道路；你们若背弃我的约，那么你就自取败亡。2选1要选什么？其实我想大家都一样，答案非常的清楚。我们都一定会选择那条蒙福的道路，是那条遵行上帝诫命律例的道路。但是对旧约历史稍稍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知道，他们是做这个选择，可是呢，到后来其实不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事实并非如此？我们会发现，当以色列人跟着上帝、跟着摩西出埃及之后，他们虽然脱离了那个被奴隶的生活，进到旷野，
但是他们发现，跟随上帝还要预备一大堆献祭的条例，还要维持圣洁的条例，那一些条例规则，哇，他们觉得好像上了贼船一样。他们觉得好像上当了，奇怪，这个生活好像没有过得比较自在，而且他们每天就只能吃玛纳、鹌鹑，日子一点乐趣都没有。旷野嘛，旷野还有什么乐趣的？所以日子久了，以色列人对自己，当他们越来越看重自己的感受，看重自己的喜好的时候，他们渐渐就把上帝当初的话，渐渐把他们当初在上帝面前立志的这样子的一段，渐渐的忘记，渐渐不把他这些当一回事。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，开始虎头蛇尾，漫不经心，随随便便。我们从利未记第10章的那个讲亚伦的2个儿子，亚伦的2个儿子因着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没有按着上帝的指示，他们就被击杀。或许会觉得说，哇，不过是献祭嘛，不过就是他们献了那个上帝没有吩咐的祭，然后他们就被击杀，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？那个上帝会不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一点？我们会直接说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没这么严重嘛，我们都会找一些理由来想减轻自己的罪疚感。当我们在想说事情是有这么严重吗？有严重到需要被击杀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来看事情。但是如果当我们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是祭邪的上帝，就像我们穿着一身白衣服，特别是新买的纯白的，我们都很怕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，对不对？成效我们会吃东西，你待会吃东西会很小心，不要让什么汤汁啊、酱油啊、番茄酱会喷在吃的时候，特别是什么意大利面啊、番茄肉酱意大利面，吃那个万一不小心，可能我们的白衣服就会被喷到那个番茄酱，哇，那个真的是整个心情超差的。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所以他不容许任何的污点靠近他、碰触他。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那个污点就是我们人的罪。所以当我们在想说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可能得罪了上帝。当我们容易以自我为中心，看自己的感受更胜于上帝的时候，这就是罪。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，都是被上帝拣选圣洁的器皿，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，在不断学习圣洁成圣的道路上，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情况发生？当这个信仰跟我们的感受相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会做什么选择？服侍久了就容易虎头蛇尾，避重就轻，想要交差了事，因为好累了。或者是碰到不愉快的事，掉头就走，把上帝晾在一旁。当初跟上帝的承诺，通通像过眼云烟，像风吹去就没有，船过水无痕。又或者因为人情世故，我们宁可得罪看不见的上帝，也不想得罪我们眼前的这个人。或许我们会说，我们会这样选择也是有苦衷的啊，谁不想开开心心的服侍？谁不想甘心乐意的奉献？我们都想啊，每个人都想啊，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苦衷。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理由逃避，在蒙福还是遭灾祸的这个路程当中，这个选择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蒙福，我们都会选择那条蒙福的道路，但是我们不想付上代价。在上个礼拜我们刚过完青少期的夏令营，在这个青少期的夏令营当中，牧师有提到，你们都应该还有记忆吧？因为
有听说啊，有一些名人讲座，那我们去听学校，比如说在学校听演讲啊，可能1天以后，我们的记忆可能只剩下50%。好，我可能会记错，但是这个比例上差不多啦。3天以后，我们的记忆可能只剩下20%。4天以后，我们的记忆可能那个讲座是什么主题上头，就完全甚至于到底谁在讲，都完全忘记这回事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没关系，牧师讲过，你们可以再复习一下。上礼拜的青少期夏令营当中，牧师用摩西的故事勉励这群青少期。牧师说，摩西是赫赫有名的，在旧约圣经里面是赫赫有名、响叮当的人物。但是在他响叮当的后面，摩西有许多的黑历史。首先，牧师讲到说，摩西他是有弃婴。或许你会说摩西是弃婴，因为时代没办法他爸妈有他的苦衷谁没有苦衷？大家都有自己的苦衷，对不对？可是摩西他是个弃婴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他被他的妈妈放在尼罗河里面，就随波漂流，这样子，就是生死也管不到那么多的。好，他是个弃婴，就好像丢在垃圾桶旁边一样，弃婴。然后呢，他失去了他自己的那个以色列人的身份，他在埃及的皇宫当中长大。他到底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的失去身份过程当中，他要成为一个杀人犯，他杀了人。杀了人之后呢，埃及人不承认他，不接纳他，以色列人不承认不接纳他，埃及人也不承认不接纳他，所以他就逃走，他就是个逃犯。然后他就想安静的躲在那个地方，默默的跟自己的过去，能不能说再见不知道，但是他就是已经不想，他想躲在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黑历史的地方。可是就在他躲藏的过程当中，上帝的呼召临到。我们也知道摩西跟上帝有很多摔跤的过程，但是最后摩西决定跟随上帝，他就开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勇敢面对他过去的自我否定，他也勇敢面对他的同胞对他的眼光，甚至勇敢面对埃及的强权。当时的摩西，他要口才没口才，要魄力也没魄力，他唯一有的就是对上帝的信心，还有上帝对他的托付，上帝对他的呼召，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当牧师用这一段摩西的故事勉励青少年的时候，很奇妙的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营会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当初营会是上礼拜5开始嘛，可是这一个讲章，上一个礼拜天夏令营主日讲章，我在礼拜1的时候我就写完了。那是一个凌晨的时候，我正打算要睡觉，然后呢睡不着，就开始想到了你们，就是想到夏令营，然后上帝就给我一些想法，我就跳起来说好吧，先把这些想法写一写，一些 memo 一下这样子。可是一不小心，那个想法一直跑出来，圣灵一直催逼我，一直写。那天我的讲道并没写完了，我写到凌晨4点。上帝已经预备好恩典，等着你们来参加夏令营。当初为什么牧师要用摩西的故事勉励你们？因为摩西跟你们一样，许多的青少年在现在的父母师长眼中的刻板印象，就是只活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面，也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，眼中只有自己，自己最大，只要我喜欢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在教会里面，但是呢，在这样子的情况，有一群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团契，青少年团契里面有一些小同工，包括青少系的干部，还有当初承诺要当小组长的这一群同工，为了这个夏令营，跟着辅导，一步一步的在学习，一步一步的在为这个夏令营来预备。
好，当这一些看起来很活在自己世界里的这一群青少年，他们愿意这样付上代价预备自己，感觉应该上帝会为他们预备一条平坦的大道，可是并没有，或者应该是说，上帝在这次的洗礼里面，在整个他们服侍的过程中，他们碰到了许多的难题。上帝借由这些难题来考验他们，那个考验马上就来了。当困难临到，你们是要面对，你们是要选择继续跟着上帝向前走，还是选择自己的喜欢？整个夏令营，他们这些小童工几乎是腹背受敌啊。在营会当中，我想有参加过夏令营的青少年夏令营就会知道，过程当中需要完成很多的任务。那这些任务呢，从无到有，需要每一个小组的成员一起来讨论，出意见来讨论。在讨论众说纷纭的意见当中，这一些本来只活在虚拟世界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这一些同工们呢，哇，他们对于他们来讲是个非常大的压力，因为从来没有这么麻烦过，真的是很麻烦。好，除此之外，小组跟小组之间为了一些大地游戏啊，一些团康活动在竞争的时候，哇，彼此之间杀红了眼泪。各组之间为了求胜是好的，代表你有积极有活力，但是在求胜的过程当中差点杀红了眼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些情绪跑出来，一些负面的情绪、不安定的氛围开始在小组跟小组之间蔓延出来。这些不满的情绪让营会的价值跟向心力开始产生了动摇。这一些同工不只要面对来自内部跟外部的压力，还要面对自己本身的生命状态。他们有些人可能就像摩西，对于过去，对于自己非常的没有自信，非常的没有信心，找不到自己的定位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就在他们几乎快要走不下去、快要爆发的那个时候，那个爆发不是火山爆发生气，不是那种爆发，而是那个他们已经快要承受不住自己内心那个压力的时候，他们自动自发的一起祷告，呼求主。他们祷告呼求主。他们不只是会祷告而已，他们把这个祷告也化为行动。还记得还记得之前牧师有说过约拿的神迹吗？约拿的神迹就是悔改的神迹。就在他们几乎想要放弃、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们祷告，然后他们在上帝、在人的面前以身作则。这些小组长、这些同工以身作则的带着自己的队员向其他队的队员道歉，因为杀红脸嘛，小组跟小组之间，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冲突，然后小组长就带着他们的队员去道歉，寻求其他组员的谅解，及时的化解了群体性的危机。然后在最后这一天的主日礼拜当中，那个压力也一直，虽然那个危机暂时的化解，但是那个压力还是持续，因为我们知道第二天晚上有奥斯卡，那个是每一组的成果展现，那个压力还是在的，可是就在主日礼拜的时候，上帝用摩西的故事给他们鼓励，给他们勉励。这个故事从礼拜一，上帝就为你预备了，在主日礼拜当中，大家围坐一圈，听完上帝的信息，然后麦克风一个一个传下去，让大家分享在这3天的过程，他们的心情如何。
说，就已经有人泣不成声。一路麦克风一个一个传下去，整个过程，因为有的人难过于自己没有，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尽心，所以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伤痕，许许多多的不堪，许许多多的那个压力，许许多多的可能是自我的来自自己的责备，也来自于亲友们、组员们的眼光。他们在泣不成声当中懊悔，在上帝跟人面前，大家哭成一团，整个过程1个多小时。因为一边哭一边讲，讲不出来继续哭，哭完了再讲，再分享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有人哭泣，有人安慰，有人鼓励。看了真的很叫人心疼，但是也很被激励，因为这是一个悔改的神迹。在过程中，他们经历了主的安慰医治，跟看见彼此之间的接纳与包容。上帝让他们从否定自己到接纳自己，让他们从几乎破碎的关系走向合一。或许在他那个当下，他们还不那么清楚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牧师看见上帝的荣耀在他们当中彰显。一路走来，这3天的营会，这些同工、干部同工、小组长们，当他们碰到这么大的危机跟压力的时候，他们想的不是自己，他们考虑的是组员的心情跟想法，是其他队友的感受。他们希望把他们所委身的这个营会，所委身的这个团契，可以带向一个他们所盼望、上帝所看为美好、这样子合一的这样子一个境界。他们想的是这个，他们把群体性的利益，把上帝放在首位，把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委屈，统统先放在一边。真的不能叫人小看你的年轻。这群小同工给我们都上了极为宝贵的一课。他们在上帝、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与失误，愿意在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仍然为着群体的好处，为着上帝的教会，为着团契，谦卑自己，放下自己的情绪与喜好，单单仰望神，就像当初摩西所做的。摩西也是腹背受敌，他要面对自己的过往那个不堪的黑历史，他还要面对眼前这一大群上帝交给他的这一群以色列人的埋怨、的不满，所有的情绪在他面前爆发。但是摩西所能做的，就是为他们祷告，然后看见上帝怎么样怜悯他们，一步一步的带他们经历。我们都不完全，成圣的道路，成为圣洁这个道路还没有到达终点。度过了这次的难关，一定还会有再下一次的难关等着我们。而后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会看到许多的问题，许多的压力，许多的不如意。但是这一次的经验真的是非常的宝贵，盼望我们也借由青少期夏令营这一次的见证，我们可以更坚定。当我们服侍久了，当我们热血
想要为上帝做些什么，但是却碰到了许多的拦阻跟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起像这一次青少期夏令营来学习。我们要定睛仰望神，我们要定睛仰望神，即使突破血流，也要坚定的向上帝的去选择这条蒙福的道路。盼望我们可以一起前进迦南，而不是被留在旷野。我想在这一次的夏令营的见证当中，除了这个见证，我们的里面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定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生命见证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，牧师邀请大家在10月27号，你可以预备你的见证。或许在这个夏令营当中，你怎么经历了上帝？也或许在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的感情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怎么样见证？怎么样？当我们碰到怎么样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去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？像这次的夏令营一样，因着上帝的预备，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因着上帝的怜悯，带领我们越过一次又一次的诱惑。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回应的诗歌。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常常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不是只有摩西能看见，我们都能看见。求主降下同在，求